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一条新闻啊，这是华夏时报报道的，说多家上市房企披露估值提升计划，信心提振，地产股迎来估值修复契机。自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市值管理以来破净公司愈发重视估值管理。近日，因股价满足触发估值提升计划的情形，荣盛发展、保利发展、豫园股份等多家上市房企陆续披露了估值提升计划，其内容涵盖经营提升、并购重组、股东分红、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鼓励股东增持等多个方面。这个新闻说明什么问题呢？我看了之后就是叫百感交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目前这个情况，就未来10年、20年，无论这个房地产行业是不是支柱产业，无论房地产行业是不是什么朝阳行业，总之房企前途都不被看好，上市房企退市的退市，暴雷的暴雷，破产的破产，这个市场容纳不下那么多上市房企。这个恐怕10年前房地产高速发展，房企的估值怎么样，也不过如此。现在这个楼市低迷，未来咱们人口是断崖式下跌，人口早就开始负增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吧？这些房企他们的命运只有退市。但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居然这些房企还要估值提升，你往哪儿提升这就好比那个跑到这个 ICU 病房里，对吧？把人家氧气管一拔，说咱们去蹦迪吧，晚上泡吧，对吧？或者是跑到这个 ICU 病房找那些病人你列个计划，咱们明天就去 KTV， 就去泡吧，对吧？列个泡吧计划，对吧？这种也能叫新闻，还堂而皇之的报道，这不就给人感觉好像你这个胡适你这个资本市场就是在公然造假，连万科都要爆雷了，万科现在都在拯救它，这个结局如何还不得而知，能不能救得活都是打个问号，还居然搞一个什么房企上市公司市值提升计划，吹泡泡计划。当然了，雷人的事情不关这一件，最近不是在开会吗？对吧？这个两会代表也提了很多关于房地产的建议。你比如说这个全国人大代表刘汉元他就建议设立10万亿楼市稳定基金，这还不够他还建议设立10万亿股市平准基金，还是这个格局高2个10万亿，这基金的钱从哪儿来呢？他没说，大概从那个大头里来吧，反正大头里面的钱多的是这个全国政协委员湘江集团的董事长说建议推出以旧换新购房基金。总之这么多代表，好像没看见哪个代表说提高一下韭菜的收入，或者把房价降一降，对吧？就是允许房价下降，对吧？或者是给韭菜补贴，让他去买房，就提高，对吧？给韭菜的补贴，建议都是稳住房价，就是房价不能降，但是没有建议说让韭菜收入怎么样提高，对吧？当下就能立即提高的。那韭菜的收入一提高，你的房价不降，那韭菜也能买得起房子，他收入提高了吗？这个有个专家说得好这个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他说房地产市场有望缓跌走稳，2025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展望。这个连平说的非常技巧非常艺术性。他说2025年的中国房地产有望缓跌走稳，跟咱们通常这个媒体中介还有地方政府宣称的已经止跌回稳，这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专家承认咱们2025年是缓跌，就是跌得慢一点，然后最后走稳，对吧？这个和止跌回稳完全不一样他说当前房地产市场风险依然不容忽视，部分房企仍有不小的流动性风险，资产减值增加导致房企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房企偿债难度依旧不小，房地产开发投资减少持续拖累经济增长，土地成交减少令地方政府财政继续承压，房地产销售下行，居民相关商品消费支出减少，房地产投资下行，降低了民企投资信心。这个是当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叫困境或者叫风险。实际上炒过股票的人都懂，没有所谓的缓跌如果你遇到了缓跌，那就意味着后面恐怕有加速下跌我们再看这个网易财经报道说专家呼吁高效盘活存量土地。这个专家说的就是马冠元老师说马冠元谈政府收
房子不如收地，把地盘活更重要。在网易财经智库官远观察节目中，著名经济学家马官远表示针对当下房地产市场现状，收房子不如收地。3、4线城市房子收除没有意义，不如把闲置土地盘活，避免土地浪费资源浪费，从而调整供求关系。对此你怎么看？他这个视频我就不放了啊。在这个视频里面，马官远老师他说1、2线城市他认为这个房子本来就没有过剩，供求关系没有问题，所以说政府不应该去收这个房子。然后3、4线城市呢，他说这个房子过剩，你政府把房子收了，那还是过剩，就是你政府把房子收之后干什么呢？做保障房。但是3、4线城市他说需要保障的人也少，这房子更容易过剩，不能消化。从这个角度出发呢，他认为你把地给收了，这样子就减少那个新的那个住宅用地，然后这样减少新房的供应，这样这个存量的房子慢慢消化，大概这个意思啊。然后所以说这个高效盘活存量土地，收房子不如收地，把地盘活更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专家，他这个主意只出了一半，就是什么事情你要形成闭环，闭环就这个你这个，比如说政府把地从开发商手上收回避免土地资源浪费这可以，那政府要出钱吧？然后政府把这地拿到手之后，政府钱出了，地毁了，请问政府这个地该怎么处理？你收回来的可是住宅用地，你是准备把它搞工业园区，还是把它做成广场公园？你这个差价有多大？政府承担吗？3、4线城市本来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这出的是什么主意好，你说政府去发债，专项债，那问题是专项债不用还吗？那利息也得还吧？问题你把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地收回来，相当于政府背这个包袱。他这个前提条件就是政府把这地收回来，你不能再盖房子了。如果你要盖房子，那不供应不又增加了吗？库存不又多了吗？房子不又卖不出去吗？所以你这个不能盖房子，你只能干什么呢？然后他说土地资源还不能浪费，那不就是搞工业园区吗？那不就是做城市综合体，对吧？写字楼，你想想3、4线城市搞这些东西能赚钱吗？还得往里搭钱。所以说这个专家的说法，你说专家的这种建议有什么用呢？反过来说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把这个地给它卖出去了，对吧？这个5万块钱一亩从农民手上收的，对吧？现在500万一亩卖出去了，这个钱都已经花掉了，这发工资发掉了，这婆罗门没人分一点，跑冒滴漏，完了现在你让人吐出来，对吧？这个也是反人性的。现在这个专家号召建议政府收储应该差不多一年了，对吧？这1年过去了，这个地方政府到底收了几块地？这媒体都有报道我记得武汉收了1块，广州收了1块，深圳还是收了1块吧。你不管是收了多少块地，它基本上政府为什么收这地呢？2种可能，一个就是把地收回来之后把它变性，就是它本来是商业用地，商业用地开发商更开发不了了，400多个万达都卖不掉政府一看那个地方位置还不错，既然商业用地你开发商赚不到钱，不愿意开发，那好，我把这地收回来，把它改成住宅用地。商业用地如果是3个亿收回来，如果把它改成住宅用地，容积率给它定到2.5，那这个地还能卖5个亿，政府通过这一收一卖还能赚2个亿，只是把土地的性质变一下，这个事情政府愿意干，开发商也愿意，对吧？这个位置好这个虽然这个城市房子卖不掉，但是这个位置好，加上这个适合的营销，这个地这个房子还是能卖得掉的。你看看政府是收这种地，还有什么呢？还是左口袋倒右口袋，对吧？这个国企在那拿了一块地，开发不了，反正是对政府来说抱着背着一般沉，国企也是他儿子，也是他的钱袋子，对吧？左口袋没钱，右口袋还有，那右口袋倒到左口袋。有的地方那个国企，对吧？城投拿的地本来就是替政府背的，本来就是刷单的嘛，那这土地本来就卖不掉，那个地方政府就让国企或者是城投，对吧？你去把那地拍下来，押给银行，完了拿回来钱给大家发工资，这本来就是刷单的。现在这个白手套这个国企城投公司背不动了，你每年付利息对吧？国企现在不富裕叫苦连天那怎么办呢？本来是他们要把这个地卖给民营企业，从中还赚一道，这稳赚不赔的过去那个房地产蒸蒸日上的时候就是这么干，结果现在砸在国企手上了，怎么办呢？这个政府不能见死不救因为都是左口袋右口袋所以说他把这地收回来，那是自己给自己擦屁股。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所谓的地方政府把土地收回去，要么是给自己擦屁股，要么就是叫无利不起早，这政府从中
中至少他不赔钱，我也不能说他赚钱吧，这至少是不赔钱他才干。刚才说了啊，那个商业住宅变成商品房，就是商业用地啊变成住宅用地，它都有托底的。什么叫托底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地啊是从你融创那儿收回来的，我给它条规变性变成住宅用地，然后再去拍卖。如果有人买，价格超过多少，那就卖给他了，反正冤大头来了嘛，愿意接盘的，这不是好事吗？如果没人买，那你融创还得买回去，你的承诺对吧？你的保底价是多少？都是这么玩。所以说这些媒体啊，这些专家不了解情况，就不管哪种玩法，政府是不可能把自己夹在里面，他不可能把这探手的山润啊，把这个雷啊爆回来。恒大爆雷的时候啊，我就说了，以前这个土地那就是财产，哪个开发商土地储备多，哪个开发商就规模大、有钱、发展的快，因为有土地储备。恒大爆雷以后啊，土地储备越多的越倒霉，那个土地就不是财富了，它就是个雷，谁爆的雷多，谁压力大。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把雷往自己手上爆吗？怎么处理呢？所以你看啊，这个政策搞了1年了，你一共收了几块地啊？包括地方政府收房子，你为什么这么好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呢？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这个政策看上去不错，实际上行不通，因为它违反市场规律，违反人性呢。这个北师大的一个教授啊，叫董攀，他发了个微博啊，他这个微博说什么呢？说按揭贷款违约大幅增长，近年来由于经济形势弱化，明显影响到就业和居民收入，加上房价出现较大幅度下跌，按揭贷款违约问题逐渐凸显。这不仅直接影响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楼市的健康发展，也对居民投资与消费信心恢复、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他说，按揭贷款违约的情况从小城镇到大城市都已经层见迭出，其中在小城镇和3、4线城市尤其严重。说因为没人统计，也无法全面统计，对全国的情况谁也没有准确的数据，只能查到个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就是个别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啊，就约等于违约率，而且是经过美化处理的数据，对吧？就是银行公布的这些违约，它也是包装过的。它数据显示啊，2021年末，工行、建行、农行、中行4大行的按揭贷款不良率分别为 0.24%、0.2%、0.36%、0.27%。2022年末就过了1年呢，这该数据分别上升到 0.39%、0.37%、0.51% 和 0.47%。2023年末对应的数据分别是 0.44%、0.42%、0.55%、0.48%。2024年6月末对应的数据分别是 0.6%、0.54%、0.58%、0.55%，不良贷款率节节升高，表明违约大量增加。就是通过这连续3年的数字啊，这个不良贷款率是稳定的在上升，在爬坡啊，这就说明断供的、断贷的在一直增加啊。这个还是4大行啊，说对那些中小银行来说啊，那数据就更差了，他们的不良率啊。而遇到按揭贷款违约情况，银行一般先通过协商、债务重组等方式进行处置，通过法拍处理是不得已的最后的对策。根据行业估计啊，法拍量可能仅占违约数量的 20%， 也就是1/5的违约最后是法拍。那根据这个来推断违约数字，他说那么进入法拍程序的房地产又有多少呢？他说这方面也没有权威的统计，但能看到的数据差别很大。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啊，2021年到2023年法拍房挂牌量分别为 44.7 万套、60.6 万套、79.6 万套。2024年前3季度法拍房挂牌量是 57.5 万套，价值 1.5 万亿到2万亿。而网上另一组数据则显示，2017年法拍房挂牌量仅5000套，2019年到2022年分别是50万套、127万套、160多万套、300多万套，呈现急剧上升趋势。若按法拍房数量只占违约 20% 左右的比率推算，无论哪组数据接近真实情况，违约量之高都令人震惊。就是通过2个指标啊来推算，因为这个现在违约的数量没人说得清楚，也没人统计和公布，成了一个秘密，那只能推算。无论是哪种口径推算，这个断供断贷这个比例都是非常高。违约虽然可以通过法拍处理，但成交率却很低，大约在 20% 到 30% 之间。一线城市和个别热点城市成交率稍高一点，也就是 40% 到 50%。法拍房的成交价通常低于市场价 20% 到 35%，这说明大众对楼市仍缺乏
信心。由于市场调整尚未看到持续稳定好转迹象，就业和收入状况改善很慢，大众对未来信心不足，投资性需求已消失殆尽，部分购房者担心房价继续下跌，甚至可能主动违约。他说未来几年按揭贷款违约率继续上升的可能性较高啊。这个是董潘的一个微博啊，他讲的。当然他后面还讲了很多啊，如何有效应对这种违约，说了很多啊。我觉得啊，有效应对违约的最直接的办法，那就是不买房，就是不贷款买房。这么说比较准确。你都没有贷款，你怎么违约啊？如果你非要买房，你就把买房当作消费，对吧？你手上有50万，你就买50万的房子，把它当作一种消费啊。我们经常聊这个4线、5线城市，给我们一种反差啊，就是我们觉得4线、5线城市呢，肯定跟鹤岗一样，那房子已经跌得不成样了。但事实上又是呢，这个很多网友说，我们那县城的房子根本就没降价，所以你看啊，这就反差比较大。皮裤掏棉裤啊，必有缘故。这个今天的这个每日人物啊，他有篇报道叫谁还在县城买房？他说县城的房子正在变得越来越难卖。他说今年是王宇顺在县城做房地产中介的第10个年头，他所在的县城是全国100强县之一，有港口，外贸发达，临近上海，承接了很多上海打工人的住房需求。他说即便条件如此优越，也没有挡住房价的下滑。王宇顺一路见证了县城房市从疯狂到冷静，巅峰时有的房子被炒到了每平米3、4万元，而如今普遍下跌了近40%，有的老房子甚至降到了每平米8、9千元。说大城市的房价靠产业支撑，更偏远的县城房价涨幅本来就有限，像王宇顺县城这样夹在中间的过渡带，或许才是房价波动最大的地方。王宇顺说啊，现在几乎没什么外地人来县城买房了，而在黄金时期，除了本地人，还有小老板、周边的打工人、炒房投资者，甚至房地产中介自己也会购房。那一批买房的人里，有经验的投资者早就套现离场，真正在高点站岗的都是普通人，就是韭菜啊，韭菜也想占便宜。说县城里房价依然坚挺的，只剩下刚需中的刚需，学区房。但学区房群体同样在缩水，年轻人不再关心学区，他们最在意的问题是外卖能不能送到，还有单身女性为了成为了县城买房的新面孔。关于学区房啊，他是这么介绍的，他说啊，市场的淡旺季变得格外明显。拿我在县城来说啊，每年5月份是学生的报名季，因此2、3、4月生意最好的时候。这也就是所谓的小阳春呐。小阳春的来历就是这样的啊，很多人要买学区房。今年我的6家中介门店从年后开工到现在，每家都顺利成交了5、6单，这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他说，然而啊，到了5月份，成交量便会大幅下滑，差不多能下跌60%。再往后会跌得更厉害，一个门店1个月可能只能成交1、2单，直到国庆节市场才会短暂回暖，但也不会持续很久。可以说啊，一整年的生意都依赖于旺季的支撑啊，尤其是年后这几个月，就是咱们媒体现在天天鼓吹的小阳春呐，小阳春提前到来，确实有小阳春这么一说，但是啊，小阳春跟小阳春还不一样，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县城，学区房都算是很坚挺的刚需房，成交量受到房价走势的影响不大。不过说县城买学区的群体正在缩水。他说哪怕是经济还不错的县城，房市也并不火热，主要原因是来买房的外地人减少了。2011年的时候，上海开始实施限购政策，许多上海人或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不得不选择其他地方置业，一些紧邻上海的县城变成了他们的首选。这不就是跟那个北京的燕郊是一回事吗？说房价对比明显，有的县城只跟上海隔一条河，河对岸的上海回迁房每平米至少2万多元，但只要过了河来到县城，立马就便宜1万多元，与上海市区的房价差异更大。在上海每平米需要5、6万元甚至更高，而县城里只要1/3的钱就能拿下，太划算了。过去我的许多客户都是在上海的打工人，他们在县城买房，然后两地通勤。但近年来上海的限购政策有所放宽，加上经济环境的变化，如今在县城买房的几乎只剩本地人了，而本地人也在经历工资降级，依托港口这里的外企众多，吸引了很多外地的打工人。过去订单充足，他们1个月收入1万多元很正常，这样的薪资水平在县城买房并不困难。然而疫情之后，订单量变得越来越少。我和身边的外企人聊天，发现他们的工作从
经常加班，变成朝九晚六，再后来甚至干脆上一天休一天，工资也在一同下降，有时甚至只发几千元的基础工资，这样买房难度就大了点。我自己也经历了亲身经历县城这些年产业变化。20多年前我刚来时，在一家自行车厂打工，那时自行车制造是这里的重要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约在2010年前后，有些外资企业撤出，许多自行车厂的配套企业也都迁往东南亚。说那段时间这里开始产业升级，吸引了众多汽车下游配件制造工厂。到了2018年，政府开始产业升级，引进航天专业优势的几家大学，带进来不少航天相关的企业。2010年呢，这个自行车厂外迁倒闭，真正的原因是共享单车的兴起。有很多人他不了解，大家知道吗？这个自行车厂倒闭，还有大街上以前大街小巷修自行车的，甚至连偷自行车的都绝迹了。知道为什么吗？都是因为共享单车发展太快。我们现在是自行车出口大国，共享单车发展太快，以前都是自行车厂，对吧？生产完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往出卖，现在你也卖不掉了，都是人家共享单车品牌这个平台下订单，对吧？跟你买50万辆、100万辆，然后由这些平台说了算，你给它生产成什么样，对吧？要什么样的车子，成本多少，然后这个订单下到哪儿，哪个厂就迅速扩大，其他的小的自行车厂立马就没活，倒闭搬走。那些外企自行车厂，他肯定是接受不了平台的这种叫压榨，所以他只能搬走对吧？他就生产了卖不掉了一样。你看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平台经济，它会对整个产业叫重塑，大家都自己不买自行车了，所以也不用修自行车，所以大街上修自行车的都倒闭。个人没有自行车，所以偷自行车的也少了，因为你偷了你卖不掉没人买消不了赃。这个文章说说套牢的都是普通人，说大概从2023年开始，我感受到市场逐渐冷下来，一个明显的迹象就是房产中介的店铺越来越少。他说在上升期街上随处可见房产中介的店面，大多是经验丰富干了10多年中介的人开的，他们原本都会带10多个徒弟，但渐渐的徒弟们纷纷离开，有的门店只剩下2-3个人，有的甚至直接关门，老板只能到别的门店租一张办公桌办公，通过拼店来维持生计。说县城的房产中介与大城市不同，我们这里是没有基础工资的，我们的门店经常招聘，很清楚大部分中介的家庭状况。说大多数做中介的外地人来了之后都要租房，孩子还要上学，身上背着房贷和车贷，大多是农村家庭，父母也帮不上什么忙，如果不开单就没有钱赚，3-4个月一单不开，根本无法支撑下去。这个我有个体会在北京有很多开网约车的，我遇到好几个他们都是房产中介，我看他们边开网约车，有时候经常接电话，我很好奇网约车司机老接电话老聊房子，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是房产中介，因为接不着活，底薪非常低，所以他只好跑网约车。他说作为一名房产中介，我离买房的客户最近，也见证了无数人因为房子从资产拮据到翻倍增长，又从资金充裕到损失千万被套牢。被套住的往往不是那些炒房客，而是普通人。疫情那几年，许多投资经验丰富的人早早把房子出手，没有亏钱，但有些人却买在了高岗就被套牢了，就是山顶资本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本地人，在黄金时期入手了好几套房子，包括学区房、大平层、新小区、别墅等。我们前2年都劝他出手卖掉，那时卖掉一两套就能赚个1000万不成问题，但他一直犹豫不决。如今算下来，说几套房子已经缩水了1000多万。这个文章中所说的这个县城那就有点类似燕郊燕郊疯狂的时候，好像1平米3-4万，现在跌到1万多一点。这个胡一进老师在那个大厂买了一套房，现在估计也是膝盖涨，他那个地方还到不了1万，因为那个位置比燕郊要差。胡一进老师就是到县城买房，然后被深套，对吧？他就是个典型。但是由于胡一进老师抗风险能力强，对吧？退休金都1个月2万，所以即便这个膝盖涨也不能伤他这个1分1毫也不影响他的生活水平所以我一直说买不买房根据自身的这个实际条件，根据自身抗风险能力来决定。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